一人博一詞，風直詩撰寫。彭百里湖，燭光搖曳，作家低首思索。仁慈是慎思的美德，憐憫困境中的人，不該輕易批判。林間傳來詩人之聲，活着或死去，這是問題。仁慈應如細雨天降，雙倍祝福，兩方受惠。杜斯丁輕笑，眼神清明。希，莎士比亞竟來彭百里拜訪我，與我論仁慈。沙翁一笑揚手，私語如風。真仁慈不問代價，任其洗滌人心塵俗，縱容罪惡，亦帶拯救。杜斯丁微笑，目光如水。仁慈若無智慧指引，漫不經心即成羞辱。縱容何能治癒苦楚？詩人目光如炬，語氣如雷。仁慈如洪流，奔向公義。若無憐憫，誰得恩救？作家輕抬眉，語調淡然。活着或死去，好問題。願天憐憫今之過錯。然而憐憫若無衡量，過度施予，只添苦痛。風過湖面，兩人對望，一笑致辭。光影交融，憐憫自流。夜無需裁判。